今日我哋嚟咗故宮博物館睇埃及文明展，因為臨近聖誕，好多小朋友都放假，所以比較多人，我哋都排咗45分鐘入到場館啦。一入到去呢，我哋就俾呢一個石像吸引住，當中裏邊嘅展品呢，由4000幾年前至到2000幾年前不等。展品呢，解說非常詳細，加上有影片講解，令到小朋友比較容易理解當中嘅文化。我哋大概喺呢個展館度逗留咗1個小時。之後呢，我哋就落咗去樓下嘅數字藝術展區。呢度有4個展區，以光影投射方式展出嘅。最後嘅場景係自己可以設計魚或者雀仔放喺牆上面嘅，同埋都想提返，今次我哋嚟到比較晏，所以只係可以睇到2個展館。如果想睇晒所有嘅展館呢，最好就建議朝早就嚟到，因為場館係收6點鐘㗎。最後我哋睇埋個日落就圓滿結束啦，拜拜。